哈，大家好啊！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年青人第一次租樓嘅故仔。而家開始，25歲嘅阿健生活一直都十分安穩，住喺觀塘舊樓裏邊，同父母喺一間不足400尺嘅空間居住。每日嘅生活軌跡固定而單調，直到有一日嘅晚上，母親突然放下咗筷子，認真咁樣同阿健講：阿健啊，你長大啦，你亦自己存咗一啲錢，不如試下搬出去試試自己生活啦。男人如果唔學好獨立，心態永遠都長唔大噶。呢句說話就好似一粒石仔咁，喺平靜嘅湖面激起咗漣漪。阿健雖然驚訝，但係更多嘅係一種被認可嘅興奮。於是他就開始人生之中第一次嘅睇樓之旅。起初阿健滿懷希望，佢走遍咗觀塘區工廈嘅改裝屋，但係嫌環境太窄，又去咗將軍澳睇私樓，但係被昂貴嘅租金同狹窄嘅空間嚇退，又跑到去漁荃灣睇村屋，但係發現交通不便，令佢呢個上班一族絕望。一連3個週末，佢睇咗不單20個單位啊，疲憊同挫敗感漸漸襲嚟。佢開始懷疑呢個城市係唔係真係有一個角落可以容納到佢嘅夢想。直到有一日，佢喺地產網頁上邊見到元朗嘅租盤，就抱住去試試睇一睇，就約咗地產代理。當阿健踏入咗一間位於元朗嘅一房單位嘅時候，映入眼簾嘅係景象並非想象之中嘅窗明潔淨。呢間屋剛剛收樓，前租客係一家大小，住咗4年，牆身佈滿咗黑漆漆嘅客人同家居拖移嘅刮痕，顯得十分殘舊。浴室嘅門膠邊老化，點樣用力閂都閂唔緊啊！阿健走到去廚房，發現梯盤下水係有滲水嘅現象，櫃底更有一圈暗暗嘅霉跡。最引人注目嘅係客廳裏邊嘅落地大玻璃，上邊貼滿咗5顏6色嘅卡通貼紙，恐龍啦、猩猩啦、超人啦，呢一個係上一家人留下嘅生活軌跡。雖然屋係凌亂啊，但阿健就感受到一種奇妙嘅生活感。呢度採光算是好，光線透過嗰啲有字嘅貼紙灑入屋內，映出一地斑斕。佢走到露台，雖然係樓景，但毫無市區裏邊樓對樓嘅壓迫感，心跳竟然不由自主嘅加速咗。就喺呢度啦，佢心裏有一個聲音喺度講。地產代理見到佢凝重嘅神情，小心翼翼同佢講：業主佢話，如果你肯租，佢會揾師傅重新油過個牆身，修理翻好浴室門同下水器，貼紙都會清潔得乾乾淨淨。不過租金就冇得再傾啦。阿健計算一下，租金佔咗佢月薪接近一半啦。佢意味住，如果租咗呢間屋，就必須要戒掉最昂貴嘅愛好，減少外出聚餐，甚至要更加努力喺公司表現，爭取下一季嘅佣金。但係佢冇猶豫啊，佢想起咗媽媽嘅說話，想起咗自己想要改變嘅決心。好，我簽。阿健堅定咁樣回答。簽約前，代理再問一問佢，再次確認，要唔要先打個電話同家人確認一下？畢竟你係第一次租屋喎。阿健露出咗自信嘅微笑，搖一搖頭，唔需要咯，家人唔會干擾我嘅決定，呢個係我嘅人生，係我要住嘅地方，係由我自己嚟負責。喺一刻，阿健感受到前所未有嘅自由，佢知道呢間殘舊嘅單位即時會煥然一新，而佢嘅人生係亦會伴隨住呢一份租約翻開全新嘅一頁。佢相信自己努力，佢相信只要肯拼，
呢點租金壓力似乎成為佢嘅前進動力。故事就講完啦，不過想俾大家一個溫馨提示，當租客簽約時要注意呢3點。第一，維修嘅承諾要寫入合約，將業主答應嘅裝修項目，好似油油啊、整門啊，清晰列入咗去租約嘅附註條款之中。第二，係正式入伙嗰陣時，對單位有任何嘅日後有爭議嘅地方，要拍照留證，保障退租時嘅按金。第三，記得預留3個月嘅租金作為按金同上期，以及首月嘅雜項開支。我呢條頻道係一條冇流量嘅頻道啊，製作唔容易。如果大家睇到最後，不妨俾個讚好我，留言同分享呢條片出去，我就感激不盡啦。